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24，申命記31章6節安尼講：恁着勇敢壯膽，毋免驚因，毋免因為因恐慌，因為上主恁的上帝會甲恁做伙去，袂離開恁。三角來祈禱，互阮通勇敢壯膽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山寨，阮的石盤，阮的盾牌，阮佇患難中閃避的所在。主啊，你賞賜阮氣力，賞賜阮活命，也互阮佇困境中無絕望，患難中有喜樂。佇每一天，阮攏仰望要看見你的榮光，也體會你同在的美妙。主啊，新的年充滿濟濟挑戰甲困難，阮的心也濟濟驚嚇甲不安。總是你愛阮專心仰望你，專心來倚靠你，因為無論環境怎樣變化，困難怎樣臨到，你愛阮勇敢壯膽，因為你的確要甲阮做伙去，你袂離開放殺阮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感謝主，伊是保護咱、看顧咱的上帝，咱就佇伊內面勇敢壯膽，毋免驚，因為咱的主的確要甲咱做伙去，伊無離開咱，也袂放殺咱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